講到金價咧，係有分現貨金定係期金。現貨金就係 gold spot price， 跟住有期金 gold futures 期金。一望緊呢個係期金，咁係3126，佢嘅到期日咧就係6月25號。現貨金就係3085.5毫七。喺上一個交易日，期金係高過現貨金40蚊，即係話當日咧，投資者認為喺6月25號嘅時候，黃金係要再升多40蚊，即係預期咧金價係會再升。究竟金價係邊個決定，同埋點樣決定嘅呢？免責聲明先，呢一個咧係網上資料嚟嘅，呢一間應該係買賣黃金嘅公司。佢就話咧係呢間叫做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呢間就係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就喺倫敦嘅。呢一間 LBMA 咧就係做實金嘅拍賣，金買賣咧就會得出好多數據，好似例如數量啊同埋價錢。一個拍賣就係用呢間叫做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IBA 嘅一個電子嘅拍賣平台。LBMA 做嘅呢一個實金拍賣咧，就並唔係咩人都可以參加嘅喎。有一件事好關鍵嘅喎，佢就話有15個直接參與呢個拍賣嘅公司咧，就係可以影響 LBMA 嘅金價嘅喎。邊15間公司係經常就係 on board 係可以直接影響金價嘅定價呢？佢哋就係 Bank of China 倫敦嘅分行，咁跟住有 Citibank、Coin and Things 呢間應該係咪做金幣嗰啲啊？咁跟住有 DRW Investment， 跟住有 Goldman Sachs 就係高盛啦， HSBC 就係美國嗰間喎。仲有 Jane Street Global Trading， 跟住有 JP Morgan， 然後有 Cork Supply and Trading， 唔知咩嚟呢？跟住有間叫 Marex， 跟住有 Morgan Stanley 大摩咯喎，跟住有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跟住有呢間 StoneX Financial Limited， 跟住就有 Toronto Dominion Bank。最後咧就係呢間叫 Virtual Financial Global Markets。呢15間公司係有份決定金價嘅喎。跟住佢就話啦，喺決定現貨金嘅時候咧，期貨金咧個影響都好大嘅喎。呢啲期貨金咁成交咗啲合約，就會係好似紐約嘅 COMEX， 又或者印度嘅 MCX。呢啲咧係對於預期黃金會升定跌係一個指標性嘅作用嘅喎。咁當然啦，啲人決定揸定沽嘅時候係會考慮到有冇通脹啊、銀行嘅利率啊，或者係唔同貨幣。我諗應該係對美金啦嘅升跌。我仍然認為黃金嘅定價係感性多過理性。呢一個 video 嘅內容並唔係專業級別，只係個人意見，亦都唔構成投資建議。以我個人而言，如果我要投資黃金，我只係會買實金，我並唔會考慮紙黃金、黃金 ETF 或者係做期貨合約，亦都唔會用短期資金或者去借錢嚟買黃金。希望你鍾意呢個 video，請你 like 呢個 video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多謝。